场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哦。即使你是在家里面，我们也依然用敬虔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上主。一起来，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永远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常常喜乐，来。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哦。弟兄姐妹，早上起来是充满了又是劳苦重担的一天，还是感谢主，又是给我一个新的恩典的一天，一个新的盼望的一天，那个心境是不一样的。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一起聚集敬拜，多么美好是神的恩典哦！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因为世人都亏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上帝教导我们，你要过平安蒙福的日子怎么过？赞美、感谢、不住祷告，他是救赎的主，白白赐下他的恩典。所以你可以从刚刚那一些的经文，我们来思想，这位主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你领受他丰富的恩典吗？你现在有一些的需要寻求的吗？他是那恩典的源头，所以只要我们把障碍除掉我们愿意悔改归正，罪得以这样涂抹。哇，原来就那么简单！你愿意改变，才能够得享平安的日子。我邀请大家开口同声来祷告，让那个管道是畅通的。我们先来祷告，先来感谢，先来喜乐的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感谢你，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领受这救恩是多么好，多么美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原本不配，我们原本是不能够领受这样的祝福的，但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你圣的宝座面前，是因为你帮助我们除掉这些的障碍，帮助我们除掉这些在罪上的羞辱，使我们能够自由的，我们能够用阿爸父的儿女的身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些的众受恩的儿女聚集，一同敬拜，一同感恩。早晨起来，我们要感谢你，因为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虽然世上有劳苦重担，但是你给我们有这样依靠，给我们盼望。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赐生命气息的主，你是赐恩典的源头，你也是让我们回转归向你的一个管道。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白白的救恩，就在我们是做罪人的时候，就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就在我们没有任何方法的时候，你是门，你是救恩的门，你为我们敞开这个救恩之门，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救恩，就是因着信，那么简单。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疑惑，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不信疑惑的罪。当我们的心被打开，心窍被开启，就能够看见你的恩典。谢谢主，今天我们众儿女，不管是已受洗还是没有受洗，在你的眼中都是宝贝，都是你所看为同仁。谢谢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用感恩喜乐心来领受你一天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跟平安。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能够祷告，是因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哦，是因为他应允我们，有这一层关系，你才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开口才有效。我们一起来用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宣告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必从你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也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这是上帝的恩典哎，所以弟兄姐妹再看一次哦，他要赐福你什么？生活的供应，内在的这一些的疾病，你就开口来领受。如果你愿意，你希望被祝福，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的牧者同工可以为你来祝福，不要让这些的可能不好意思啦，我常常站立起来啊，不要让这些拦阻你领受上帝的恩典成为障碍。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几方面，如果你需要，你就可以站立起来。特别我们为了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身心灵里面的问题，医生没有办法解决哦，只有耶稣，只有圣灵。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敬畏耶和华，无论大小，主必赐福。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哦，工作、课业、未来的路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特别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为着我们的妻颖哈，将要到美国去读书啊。等一下牧师也会为他祝福。那我们为凯恩长老的二女儿，好，他在未来的道路，在学业，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跟神连结那智慧的源头，事半功倍。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邀请主在你的心灵上掌权。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恩典的，因为你要将一切天上各样美好的事物要赐给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是那永福的源头。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能够开口来向你祈求。谢谢你，我们能够开口按照你的心意来祈求。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按照我们需要的祈求。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可以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领受你属天的恩典，你的福气，你的祝福。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特别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内在、心灵、外在的医治、供应，求你施恩赐福。谢谢赐福给我们的源头，我们天父上帝，借着你的救恩，
为我们预备了一条管道，救恩的管道之外，让我们灵性被拯救，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有盼望，也能够让我们在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求所想的，因着你的怜悯慈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即使还没有成就，还没有临到我们当中，都有神你的美意。谢谢耶稣，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有这样的关系，来到你的面前，大大张口，大大寻求你，你就大大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充满在我们的需要上面。谢谢耶稣，因着你给我们的权柄，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你允许我们要释放。谢谢耶稣。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有这样属灵的权柄，我们不知道如何使用，是因为我们跟你的关系疏远了。求你恢复我们的关系，恢复你要给我们众儿女的权柄，让我们同心合意祷告。你的应许就是没有不能成就的。谢谢耶稣，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先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求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们要奉主的名举手来守望来祷告，为牧者团队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走进教会有没有改变，还没有完整的完成，但是你已经有看到一些的改变，可能跟你过去想的不一样，跟你过去看的不一样。神的心意就是要为了要借着你我，借着教会赢得这世代，不要再让整个这样的一个固执的思想框架我们，限制我们。我问一些年轻人，我说你站在那边这样的感觉怎样？这样的工业风你觉得怎样？很好啊，但是我心里在想，我们这些可能年长的老一辈的，或者是有固定思想的，不知道怎么想。但至少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我看到有一些外人从外面走过，看一下隔壁三井的店长哦，我跟他关系蛮不错。你们这不像教会的，你们像那种可以大家可以在那边聊天聚集的地方。他说很棒，不错。感谢主，因为我们邻居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我常常把他设定对象，你知道吗？把这些邻居设定对象，常常为他们祷告祝福，只要看见神的救恩在他们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心意如果不更新就常常会让这一些不属神的思想在限制着我们。神是很丰富的不会让你限制在一个样式、两个样式。所以弟兄姐妹，特别为了我们用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要使人来得着福音的益处。今天我们要透过我们这样差遣礼拜，让这些孩子，特别有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是信主的。上个礼拜我们的受洗有位是从这样的一个品格营上来，他的父亲也来到我们当中来参加。我们看见什么？弟兄姐妹，看见神的恩典不分族群，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些孩子，好不好？为着这些同工，他们这几天我看到我都看到因为我比较早睡，你知道吧？1-2点，就看到他们1点还在教会。
我说回去要注意哦。那过来这个礼拜，他们要住在教会，我们为他们祝福祷告，要安全哦，不会被感染。为了这些孩子，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孩子有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空间可以比较好运用。所以弟兄姐妹，举起你的手来，为这一些的孩子来祷告。我们也为了第5区宋会长老，还有永成小组长文成长老这个小组长来为他们祝福，因为疫情实在是影响我们来实体的聚会那种惧怕。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举起你的手来祷告，来为着我们教会。为牧师来祷告，让我传讲的信息是能够扎心的，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分享。开口来祷告，因为你的祷告可以改变，因为你的祷告可以翻转这个城市，翻转这个社区，你可以翻转人心。谢谢主，谢谢主，你使用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为着这一些的城市，为着这些孩子。每个孩子进来，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成人也好，孩子也好，这些年轻人也好，主啊，都是你要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谢谢耶稣，你已经预备了好的管道，预备好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借着他们的服事，使这些孩子从小就领受这样福音的种子，存在他们的心里面。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谢谢耶稣，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教会，让你的教会有这些弟兄姐妹举起祷告的手来守望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到万人要来归向你。谢谢耶稣，因着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我们渴慕来寻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认识到真理，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真理叫人找到这条救恩之路，真理开启这些孩子，他们不是不懂，他们很聪明，他们认识主就是他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谢谢耶稣，让我们用举起祷告的手来守望你的教会，不要常常在那种负面的思想，你的教会不能，你的教会怎样？你的教会能，因为你同在。你的教会能，是因为你赐下你的权柄；你的教会能，是因为我们愿意参与，除掉那些不属神的思想跟言语。谢谢主，你也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我们要一起同声用主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着我们的信心来赞美主。哈利路亚！不动摇的信心。浪之中，你伸出他手拉住我，就出去我心中所有的话语，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主。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没。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
等的前去，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退缩，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不动摇，也不改变，也不放弃，因为我们深信神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哈利路亚，是的，我们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前行，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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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Amen。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改变，因我深信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气息，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行在水面的信心，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我们将所有的赞美献给这位不动摇信心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来赞美。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仍向你，让生命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
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祷告。谢谢主，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你慈爱的话语和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可以在困境中继续走下去。救我们脱离一切灾难的主，我们要投靠你，赞美你。求你侧听我们的祷告，成为拯救我们的保障，让我们的心充满从你而来的喜乐，活出生命的美好。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火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你因此我祷告，我要懂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你因此我祷告，那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我是软弱及无助，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我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要懂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你因此我祷告，那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因此我祷告，我要懂你的手，哈利路亚。祷告做的事，我的手。哈利路亚，主是的，每一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那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再次来宣告说，每次我祷告，因此我祷告，我要懂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那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使列国归向你。主每一次的祷告，赐给我们信心，用不动摇的信心来寻求你。每一次我们祷告，用你相信你的话语的信心来祷告，因为你的话语说，2、3个人奉你的名同心合意祷告，就必成就。这是你的话语，你对你的话语负责，因为你是应许的主。我们常常在疑惑、不信当中。主，你的话语说，如果我们常常在疑惑、不信的当中，就会像海浪的翻腾，我们不可能从你得着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应许。那信靠你的人，就必看见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谢谢耶稣，让你的教会是充满你的信心。
什么是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虽然环境很险恶，虽然环境充满了许多的困境，但是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这些的困境上面，而没有聚焦在神你的身上。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管道了，你已经赐下那个能力的圣灵，要充满我们。你已经告诉我们秘诀，说只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多方的祷告，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必能够成就。谢谢耶稣，此时此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除去这一些的障碍，让我们用敬虔的心、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你的真理必叫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天因为有神的同在，如果你相信的话，就会充满的盼望，充满的活力。谢谢主。那我们要报告之前，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心老师的，没有吧？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上个礼拜的我们也是在祷告当中，特别为他的家人继续守望祷告，直到什么？知道什么？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今天的题目。看一下来，祷告直到什么？有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信主。感谢主，我们来看今天的周报的消息。感谢主，我们教会已经恢复了实体弟兄姐妹，线上弟兄姐妹可以回来。那我们也买了这些的机器就是每一周、每一天，我们都用符合 WHO 和卫生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消毒锭在消毒所以我们可以安心回来参加聚会。那这一些的聚会的内容活动的方式都是记载在周报的第7页，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7月17到10月16号我们有领袖列车这样的一个训练，弟兄姐妹就是为了要赢得这些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我特别呼吁这些的长子同工，愿意受装备，预备好，神就大大使用你。你们被拣选起来，这是为了今天，为了这个时代。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3个牧者都一起在教导。我们恳求神让我们有愿意受教的心。你被拣选出来，不要只占着那个职分。所以我再次语重心长提醒，还有我们的组长、我们的区长，奉献是我们蒙福的管道。弟兄姐妹，你要被祝福吗？你要领受满满的恩典，还是常常叹气说我的口袋不深，我的口袋不饱？因为漏掉了。如果你明白，你懂得蒙福的管道，你去经历，神的话也不会骗你。所以弟兄姐妹们，有好多这一些的让你蒙福的管道。你可以透过这一些的方式线上的然后来实体的都可以，就是让你经历到神是那赐福的源头，又丰满的浇灌，让你无处可容。我们的空调是不可以。好，我们在早上这第2场的礼拜，我们会有这些
同工，夏令营的同工，我们要差遣他们来到孩子的面前，成为榜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第2场我们没有参与，我们就祷告，我们为他们守望，为他们祷告。那在今天晚上6点就入住所以在这边的生活还有这些同工在带领他们，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们下主日在601教室会举办 Special Agape， 就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这些同工都很用心Agape 这些夏令营完之后，就后面会预备一些比较特别的，让这些社区的孩子能够接轨融入。所以我们要为这些的同工，他们用心预备。这几天我都看到他们都是孩子到12点多1点多那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你怎么那么早回来？就1、2点啊，对。那我常常就下来来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好，所以配合我们在这个礼拜开始的夏令营，所以我们在麻烦这些长者们稍微忍耐一下来为他们祷告。7月11到7月15，我们德福关怀据点是暂停1周那你们可以私底下找那个去玩拉密，好不好？这样比较不会无聊。7月18号恢复活动。我们也感谢主是给美如姐妹这年轻的阿嬷我们真的很羡慕。谢杰旭弟兄还有媳妇刘一平夫妇他们在7月2号平安产下一个孩子母子均安，感谢主愿主来赐福这个家庭。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再一遍。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蒙福的管道，是个表达你的感恩，是也能够祝福更多透过你的奉献来到教会的人。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弟兄姐妹要富足吗？再次来宣告。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曾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
谢赞美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工作、学业、家庭生活都是主所赐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感谢主你的救赎，让我们得着天国的盼望。我们更感谢主的榜样，让我们学会奉献。现在我们要献上主所赐的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子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我们一起祷告，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来经历主的恩典，请坐。我们一起祷告来经历主的恩典，主要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因为主耶稣应许说：“我来就是要叫你们怎样得什么，并且得的更丰盛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更丰盛的生命哦。好，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上帝的话不可缺，这是秘诀，是管道，是赐福。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路德记已经录完了啊。那我们要来进入到撒母耳记哈，路德记后面记载什么？都忘了。最后那几节啊，记载什么？还记得吗？一个什么家？哇，完蛋了，都家谱还记得？跟你旁边说家谱。是一个救恩的家谱，你知道吗？后面谈到大卫啊，谁高抹的大卫啊？撒母耳。哦，所以我们这个连续剧你知道吗？哦，所以续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为什么上帝透过一个家谱开我们的眼光，让这一个救恩的管道连接到我们？今天你才可以坐在这边呢。我们要来看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的第9到20节。好，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有一次，他们在示罗，在上主的殿宇吃完饭，哈娜站起来，他非常难过，一面痛哭，一面向上主祷告。那时，祭司以利正坐在殿门旁边的祭司座位上。哈娜许愿说：“上主万军的统帅啊，请垂顾你婢女的苦情，眷念我，不要忘掉我。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许愿把他终身献给你，一辈子不剃头发。”哈娜不停地向上主祷告，以利注目看他的嘴唇，因为哈娜默默地祈祷，只动嘴唇，没有出声。以利以为他喝醉了酒，就对他说：“你还醉得不够吗？别再醉酒了。”哈娜说：“不是的，先生，我根本没喝酒，我心里愁苦。正向上主倾吐我的苦情，别以为我是不规矩的女人。我一直在祷告，因为我极度的悲伤痛苦。”以利说：“你安心回去吧，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哈娜回答：“愿你常以仁慈待我。”说完，他就离开去吃东西，不再面带愁容。第二天早晨，以利加纳全家一早起来，敬拜上主后，就回拉玛去。以利加拿跟他妻子哈拿同房，上主应允了哈拿的祷告，她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哈娜给孩子取名撒母耳，因为他说：“这是我向上主求来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的苦情，生活的无奈，是她没有办法掌握。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个案的内在心灵，可能也反映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这个世代，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无奈，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掌控，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能力、金钱去完成。求你开我们心窍，心窍如果开，就明白了。求你赐给我们信心的动力，照这样去遵行，不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祷告直到事情发生。我不知道大家多少次是这样，还是1次、2次、3次，哎，没有希望了，所以你就放弃了祷告，因为太困难了。怎么可能说那个好像被大山被挪开，小山被迁移？以前没有如头机的时阵，对，你要把一座山把它移掉，谈何容易？你要用铲子一铲一铲这样铲到什么时候？但现在我们看到，哇，要盖一个大楼，好快啊，对不对？以前如果停留在以前的思想观念，结果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完成。弟兄姐妹，祷告直到有事情发生。这个 push P-U-S-H 它另外集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就是你的祷告，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不住祷告，祷告到怎样的地步？祷告到我能够看见事情发生，祷告到我看见神在这件很困难的事，好像死了，对不对？生不出来。你用多少的祷告，或者是你想到神为什么会这样，很难了。有时候我们会在讲到会顾虑到好多，但神也透过他的话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态的调整，直到有一些事情发生，直到你渴慕的、渴望的事情发生。最近的新闻，我相信你都有看到，这个写小说的才子这个倪匡，对不对？有看过他的小说吗？有没有看过小说？有看到他小说所拍的电影或是一些的电视剧吧，对不对？弟兄姐妹，可能你看的都不知道，但是其实你有看过。他有好多这些比如说这个卫斯理这一些的系列的还有好多这一些的小说。其实他在40多年前40年前他在林森南路的礼拜堂受洗那有一次记者在机场碰到他，说：“哎，你来台湾做什么？”他说：“我来上受洗的课程。”受洗课程，你要进到教会，那教会要消毒因为他过去的生命充满了酒色财气，很真的是不好，在人看来他沉迷在各方面抽烟喝酒，沉迷酒色，所以在这边记者在调侃他，怎么会有那么奇妙的事情？原来是有一位姐妹，她常记这些基督教有关基督教的见证的这些的资料，叫梁尚元姐妹。她就是有一次的圣灵的感动，然后就寄给她，结果就没有下文。原来她把这些资料就放在地上。那这位才子呢，有一次他对生命有一些的疑惑，我们人好像跟这些的昆虫动物不是一样吗？都是一样的结局。所以有一次他想不开，想从25楼
在香港哦，想从20楼跳楼，但是他又不甘愿，于是他就打开那个梁尚元姐妹就寄给他的这些的资料，他就打开，顿时开了他的心窍。原来圣经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启示他有关于生命，有关于价值，有关于他活着的目的，所以顿时的让他的心窍被开启，就好像我想起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门徒才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因为这样，他每个礼拜就从香港坐飞机来台湾上什么受洗的课程。那一般人就说，怎么那么麻烦，对不对？但是他就是他就是不辞辛劳，然后在这样过程当中，在1986年复活节，他在林森南路礼拜堂透过这个郑家长老来为他受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好像不可能信主的人，但是因为上帝的作为，让他的生命被翻转。他的媳妇，我们知道前几天有新闻，就是周慧敏嘛，那个影星其实也透过这样来影响感动，让这个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媳妇周慧敏在2010年也受洗归于基督。其中他在分享，就是说他信主的过程，还有他有很严重的酒瘾、烟瘾，他很痛苦，他没有办法去改掉这些的习惯，所以他就有一次在跟牧师谈话的过程当中，我怎么办？我好难过，我想戒，但是就戒不掉。这牧师就为他祷告，然后教他怎么样祷告。就当他祷告完之后，隔天他看到酒，他就没有兴趣，他就不想喝酒，就是那么奇妙。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写小说，然后有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座谈会的时候，有记者问他，就是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呢？他就分享说，我过去原本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因为这些佛教的经典看不懂，因为我太懒了，所以没有那个耐心去看，也看不懂。那基督教的圣经呢，很简单，就讲到一个信字，如果你信，就给你回应；你相信，就必得着，就这么简单。所以因此他就信了主，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还坚持维持这样的信仰。弟兄姐妹，你为了你的家人信主祷告多久？我们上个礼拜在小组的时候就有姐妹有分享她的公公婆婆就是松辉长老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就为他的父母来祷告。虽然年事已高，常常我们会想到说不可能有没有？他老了不可能，很多负面的思想，这些不属神的思想就充满在我们的脑中，不可能。你去翻翻上帝的字典，翻上帝的话语，他有没有说不可能？因为在神怎样，凡事都能，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感谢主，有好多好多的见证，除非我们一开始就放弃了，对不对？一个放弃，太难了，这个过节老顽固，这个人不可能。常常我们让不可能来阻挡我们，你知道吗？其实只是临门一脚而已。我昨天在告别礼拜这个孙正长老妈妈的告别礼拜，我讲位置，我有讲到一个，就是我礼拜五去拿我的送洗的西装那老板就关门了，他准备要骑摩托车离开，你知道吗？那看到牧师好了，我为你开门
因为我隔天我要穿就是那一件西装这样，我就跟他聊，他本来要去接孩子，你知道吗？安亲班要下班了，要下课了哦，那安亲班要下班了，所以他还是跟我聊到人的未来，生命的何去何从。其实我已经把他设定对象了，常常借着诵习，然后跟他聊到信仰，聊到未来，聊到谁以后服侍你，他听了也是有明白。我要继续为他祷告，继续来鼓励他。所以透过这样跟他谈到这样信仰，谁可以得着？基督教的信仰就是那么简单，透过一个信，你就可以得着。你可以知道你何去何从，你不是不知道哪一道，而是知道耶稣的永生之道。所以这个就是透过这样信心，倪匡他信了主，他生命的改变，把那些长久以来的酒瘾跟烟瘾就改掉了。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现在需要去突破的？有没有？我相信都有，每一个人相信都有。你有需要被突破的一个境界，或者是一件事情、一个习惯吗？我们透过认识到这位哈拿，透过他生命当中，因为他的祷告突破，被误会，心里无奈、苦闷，好多。人家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常常我们的姐妹也是，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不晓得，上帝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成为我们蒙福的障碍，把它找出来，是什么原因？我们需要突破。我们借着哈拿怎么样祷告突破，怎么样胜过这一些环境所带给他的一些的无奈、一些的无助。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超乎所求所想的上帝，到底如何在他的生命当中成就？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原因在哪里？我们先来看这位女人，这位妇人，她遇到了什么事？有没有跟你很相像？在她的生命当中的无奈到底是什么？无奈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握的，有口难言，说不出。对人我没有办法讲，有没有难以启齿？有没有办法讲的跟神讲？所以这位姐妹，她就来到了圣殿，她就倾心吐意的跟这位上帝讲。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主使她不能够生育，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不能够生育？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读者很清楚，原来上帝透过整个脉络、整个过程，要预备了后面，让他看见到这位孩子将来要分别为圣。也透过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调整，我们看见那事情成就了。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整个故事不能生育，看到原来这个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在掌控。原来这个生命是从上帝而来，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就是一个关键。撒母耳记上1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是神使他不能够生育。但是我们很奇怪，她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她同她丈夫一起上圣殿，去那边敬拜。为什么上帝定义让他们受苦？如果你是约伯，你是哈拿，我们真的不晓得。如果你正是在那受苦当中，我们也更不晓得，所以我们才会在那痛苦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持续好几年，在这样生命的苦痛里面，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女人她流了多少眼泪，她受了多少的委屈。真的，我们如果不是本人，我们不能够感同身受。就好像昨天在告别礼拜，我说，如果你没有失去过，你就不能够安慰起那些人。
那因为我失去过母亲，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心境嘛。你有所失去、失落，你才能够明白，才能够同理，不是吗？所以，我想有一些姐妹也可以去同理到这一些的叫哈拿的心境哦。这是从内在她不可掌控的。第二个，她在默默的祷告当中，她还要受到这些宗教的领袖的误解。身为一个敬虔的女人，一个妇人，她只意向神寻求，能够突破她的困境。她渴望成为一个母亲这样的一个心愿，但是遥不可及，没有办法领受这样的一个职分恩典。但是她始终对上帝有信心，她不断的呼求，不断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她不住的祷告，对不对？她不住的祷告，所以她随着丈夫来到圣殿。如果是一般人，没办法啦，免祈祷啊，失望了。但是我们看到，她下了很大的决心。没想到她在祷告，她是用默祷，没有出声，她嘴角这样动动。既然祭司这个宗教领袖误解了她，不你是啉酒醉了，你是喝不够哟。你在我内心苦闷了、无奈了，还要误解我，表示说我是一个不正规的、不正经的女子，那真的是落井下石。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如果不是他心存这样的一个对神的盼望，可能他早就放弃了。因为牧师的一句话，我说过，我们讲出去可能都是散弹的，不是针对个人，但是你听就好像在针对你。有时候传话，然后其实奇怪，牧师也没有讲过那些话，但是又说牧师讲的，所以在那边可能他会受到一些的误解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可能毁了他整个这样的一个信仰，你知道吗？因为不加思索的一句话，没有考虑得很清楚，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在说话之前要先观察清楚。人明明无啉酒，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同理到他内在，就下了一句的评论，结果更伤害。其实我们读圣经也是从这样在提醒我们自己，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要很小心、很注意哦，避免再度伤害这一些个人的内在。这是他面对无奈，无奈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掌控环境所带来的，他没有不可控的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就提醒我们，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即使你在安慰，你要讲对话。生活的痛苦，因为一个事件不能够生育，所以呢，可能因为她不能够生育，怎样？她要与人分享丈夫。请你跟别人分享丈夫，要不要？不要。我想女人对婚姻的期待就是，这个不能够分享，对不对？是我拥有独有的。你知道她因为这样，可能因为她不能够生育，所以我们看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好多这样，对不对？就去娶小老婆，娶妾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要用自己的方法。第二个，我们看到对头在侮辱他你这没生给两个给不？你听了多扎心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个世代还好，但是还是会有充满这样的一个的刺激哦。对头就是另外一位以迦拿的妾哦，常常每一天，常常每一年，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常常激怒他，使他生气。你看你的怎样不争气，怎样？你生不出来，丈夫还对你那么好，所以常常用言语来激怒他，很痛苦了。每一天、每一年，所以你看圣经就，你稍微想象这个女人真的是苦啊，无奈啊。
然后丈夫又不能够同理，他说什么？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他不开口还好，一开口怎样？又刺伤了。其实她丈夫想不想孩子？想不想？想啊！有我不是比10个孩子哦，他一个都生不出来，他心里还想10个，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大房跟二房的赛局啊。在那毗尼拿外在他很顺利，他很高傲，他欺负这个哈拿。哈拿他外在他很多的难处，我们来看他的对头，然后每一年他持续的、常常的专门作对、激怒，让他受苦，让他哭泣到怎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吃不下饭，睡不好，可能他会有忧郁，对不对？我们不晓得，但是他整个生活是大乱的。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困境，我们从安慰者的角色，我们了解到哈拿的心境，提醒我们如何来安慰，或是为这些姐妹来祷告。当然碰到可能类似相同的困境，我们怎样来安慰他们？有时候讲了一句话，不要像她的丈夫一样，有我不是很好吗？比10个，哇，更刺伤她的心。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妇人，我们看到她如何面对她的忧伤、无奈、无助，怎么办？还好她有一个秘诀，祷告。祷告，圣经告诉说，她不住的祷告，她如何把她的愁苦怎么样转化，不是停留在那些愁苦，不要把焦点一直放在那困境。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开始转变。环境不可以转变，我的心境总可以转变吧？所以他开始调整他的心境，他把他的苦闷、忧伤、无助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带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他没有带着信心，可能因为祭司以利的一句话，他离开了这样的信仰。但是因为他不住的祷告，然后求上主来眷恋他。在1章12节里面，我们看到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以利注意他的嘴，前面焦点把它放在他不住的祷告。如果他把焦点放在以利注意他的嘴，然后后面以为他喝醉了，然后再来对他说，可能他是不正经的，他要醉酒到什么时候？他会难过，祷告不下去了。所以他因为对神的信心，他一直祷告到虽然面对以利的这样的一个不了解，然后错误的论断，但是他还是祷告，他还是很婉转的这样告诉他，以很镇静的态度来告诉他，温柔的回答：我的愁苦是怎样。哇，原来如果他是回应，然后用很生气，那完了，可能这个任务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们看到他从苦难转去寻求这位上帝，这是我们要转变的心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直盯着那个困难，而忘了神的存在。第二个，我们要看到从自我为中心，然后变成以上帝为中心。从他的祷告，我不知时有为我求，我说我求来的，他也没有像亚伯拉罕说这个孩子成长了，他才献。听到上帝对他的要把这个孩子献给我，他是还没有发生，对不对？还没有生出来，他就做了这个选择，做了这个祷告。他说什么？我如果得着这个子，一般人就我请一边去，赶紧谢神嘛。不是呢，他做了什么事？他说我在主人面前许愿，如果给我得着这个，我要把这个孩子怎样终身奉献给你。
完全的献上。你给我一个儿子，不是为了我自己，当然为了他自己，不被羞辱，不被欺负，为了他的名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为了神，你知道这个孩子的出世翻转了什么？从士师的时代，一直到君王的时代，这个很关键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个孩子的出世，翻转了当时候世代的局势。我们看一个俄贝德，连接到让我们看见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救恩。因为一个撒母耳，他带出了什么？要从士师没有王的时代，带到什么？有王的时代。上帝透过他高某的君王，所以他作为一个那个世代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这个祷告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当你的祷告如果只为了给我生个儿子，这个祝福只是可能在你自己的家庭。但是他愿意说，主啊，是给我一个孩子，我愿意把他献上，归你所有。拿细尔一个参孙的例子，就让我们大家注意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从撒母耳他的母亲怎样主动献上，我相信在这从小就教导他，然后又送到了圣殿去教导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完全的献上，那一种不只为己，也为上帝的国度，所以成就了转化这个世代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选择把他的重担交托。弟兄姐妹，当他愿意分享他的重担，我不是喝醉酒啊，他没有生气，他只是把他的苦说出来。但是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以利这个修个老还灯，但是他讲了一句很棒的话。愿上帝来赐福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平安回去，安心回去。其实这个平安啊，或者是他让他的内心可以得着安慰，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如果他没有把这一句话放在心里面，祈祷搁在祈祷，等于叫欢乐，你能明白？我们常常这样忘记交托，交但是没有托，还是自己背着。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回事？又祷告完之后又开始烦恼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哈拿不是，他听到这句话，他本来吃不下饭，睡不着，但是听完之后，他回去怎样？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开始吃饭，开始吃饭，面不再有愁容。神的话可以安慰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来。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弟兄姐妹，这一句话也在对你讲哎。上帝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了。”上帝知道你的苦情，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上帝知道你的所求，平安回去，交托给我。所以这句话在提醒我们，哈拿在处境的过程当中是很困难的，生不是人可以做的，但是他因为他的相信，因为上帝的话也安慰了他，所以当你苦闷的时候，弟兄姐妹，打开听迦南之声，然后呢，还有呢，打开看诗篇，好多这些的诗人他所做在困境当中的祷告。所以透过这样，我们看到当神的话安慰了他，他平安回去，然后他再度又回到圣殿，然后一起来敬拜，表示他吃得下，然后他很喜乐，他把这些事情完全交托，把焦点转到神的身上。因为祭司话语就好像牧师祝福，然后你平安。你知道那平安带来盼望，那个喜乐的心就是最好的医治的药，所以他不再愁容了，不再忧愁，所以他就
隔天清早起来又继续来敬拜。弟兄姐妹，不要让那个困难阻止我们敬拜。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后面的话说，上主来应允上主应许，我们一起来读来。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感谢主，我们看到有多少事情，你我手中的事情是从上帝那边求来的，还是你觉得恰巧、意外、偶然？你知道神都在预备，等你求。在美国有一个妇人叫伊芙琳，她为了她的先生。你知道他祷告要让他信主祷告多久吗？弟兄姐妹，大概猜一下几年？50还不够，67年哦。他为他的先生能够信主，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他另一半是还没有信主，对不对？你祷告多久？1年、2年、3年就放弃了。你是否在怀疑上帝会出手吗？就好像刚才我在讲宋卫长老他父母，现在几岁啊？85，跟我的父母如果在的话，大概26年次了，还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那么大的年岁了，可能吗？最近我们的干事跟我讲，牧师，哇，这个德福的又有一个报名9月受洗了。这些年长者感谢主，我们已经打破在一般人的观念，年长者要信主好难好难，不可能。你知道吗？过去我们已经20-30个已经因为这样来到教会信主了，没有什么不可能，100岁、99岁都可以信主了，对不对？我们教会的记录。所以这个弟兄伯尼斯他的妻子为他祷告了67年，他心很刚硬他不信就是不信。但是大家在同心合为他祷告的时候，然后借着疫情，他陪着他的太太在线上做礼拜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机会这样观看。然后透过这一些教会的关怀行动，带着一些食物来去探访关怀。结果在对谈、在关怀过程当中，他竟然说：“我想要受洗。”就是因为可能你的关怀行动临门一脚，让67年这样的一个长久不住、没有放弃的祷告。结果呢？哇，他受洗了。所以这卡特牧师来为他祝福，受洗，93岁。这个还感谢主了，我们教会比较最年长的还超过他嘛，对。所以我们上次已经看到说，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长辈、父母还没有信主的，不住的祷告直到什么事情发生，不要放弃。神依然要保守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上帝眼中要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行动、关怀的行动，最近我们的关怀系统也会预备这一些的礼物。可能对这些已经确诊过的，或者是正在确诊当中有一些的关怀，因为我们感同身受，我们没有被关过，我们就不了解。3个牧者都被关过，所以我们就知道，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但是透过这样的关怀行动，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祝福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弟兄姐妹，你的另一半还没有信主，不要放弃，祷告，祷告，直到事情发生。阿们吗？我们相信哦，这些年长者的受洗的故事一直在提醒我们，任何时刻决定跟随耶稣都不会太晚。圣经告诉我们，福音的本质、本能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在还没有看见他们的信心之后，上帝已经在动工了，上帝已经在预备累积了，只差临门一脚。弟兄姐妹，如果你刚好放弃了刚好是下一个关键让他信主，那就太可惜了。哈拿他没有放弃，他选择相信上帝的话，平安回去，吃得下，睡得着，当然身体就好，对不对？不是吗？喜乐的心就是最好的药。所以结果上帝就赐给他儿子，结果这个孩子影响到当时候的世代，最后一个士师成为先知，让我们看见救恩一直延续临到你我。大卫的族谱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对不对？所以你相信垂听祷告的上帝吗？他没有睡着，他一直在等待你继续祷告，他一直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所以哈拿他调整他的心态，他的眼光不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做他该做的，吃得下，睡得着，身体才好，要生孩子才可以生嘛，对不对？做你该做的，做不了的给神做。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调整我们的眼光在神的身上。你是没有难成的事的神，阿们吗？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又走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抱歉牧师在台下有一些的感动嘛，调整这首诗歌。我们真的是用不动摇信心来宣告，神在我们难处上面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祷告直到事情可以发生。我们一起来赞美，来敬拜，来回应神的恩典。手借给我来。主赐给我不动摇的心绪，海浪之中伸出他手拉住我，吐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活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停在水面的信心常常前进，你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神要指引我们一条道路，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在水面的信息刚强壮胆的
前去，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上。海浪之中，我必不沉默；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允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祷告；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在水面的星星，方向中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行在水面的星星，行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去，我的生命在前面为再一次来。行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去，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拍手将荣耀归给这位应许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困境不能够阻挡我们向前，因为你已经应许了，应许让我们看见神你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要祷告，祷告，祷告，不住的祷告，学习哈拿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直到看见事情发生为止。只要看见神你把我们这些障碍拿掉，主你知道。我们的父母，我们另一半，他们还没有得救，我们心里忧伤，我们心里难过。主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境，不要把眼光只放在这些的难过，放在这些的无助。是神啊，你如果调整哈拿的信心，调整他的眼光，让他开始调整他的生活，让他用关怀行动，我们看见神就改变这个环境。谢谢耶稣，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去；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充满对未来的盼望；借着你的话，让我们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谢谢耶稣。愿主耶稣胜过死亡的权势，在地上捆绑，天上也捆绑的这样权柄赐给你们。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不偏左，不偏右，让我们依然走在神你应许的道路。圣灵，因着你的感动，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能够用信心来交托，因为你的圣灵的能力也充满我们，能够改变、调整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相信，当我们祷告，就会看见有事情发生，就会看见神迹奇事随着敬畏你的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赐我祷告。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
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山被挪移，道路被不平，我的烈火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到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烈火归向你。感谢主，我们的聚会到这边，我们请坐啊。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线上弟兄姐妹同在。